不一、材質豐富嘅特色牆，配搭滲光效果，木質家私營造簡約輕奢嘅感覺。呢個係一個連接花園嘅特色單位，面積427尺，係一家3口嘅安樂窩。太太咧就會覺得中意有啲酒店嘅設計啦，跟住又會想有少少似示範單位。咁你見到我哋啲用色咧都比較大膽嘅，會有啲綠色啦，拼翻胡桃木咧，但係又會加翻啲奶油嘅元素落去，做一個拼搭嘅。同埋你會見到咧，每樣物料嘅出現嘅頻率亦都比較高。絕對唔會令大家嗰個眼球有停頓嘅時候咯。咁你會見到牆身亦都會有唔同嘅滲光啊，或者有壁燈嘅效果做點綴嘅。設計師亦都喺分隔區域方面花咗心思。大部分新樓都係 open kitchen 嘅形式，客廳同飯廳嘅間斷咧又真係好少喎，好難釐定翻兩區嘅分別。咁所以我哋咧一入門口就會做咗個 console 啦，就會做翻個吧台嘅 island， 真係離間翻兩個唔同嘅位置，咁令到佢住嗰陣更加有分力啲嘅感覺。中島內暗藏咗一張摺台，方便日常家庭使用。客廳好近嘅位置有兩面特色牆，較為少見。咁電視機牆咧，我哋首先會見到佢會有綠色雲石板，跟住會有不斷嘅金鋼做間斷之餘，佢會撞翻喺啲胡桃木，即係你會見到呢啲顏色，好似我哋成個生活上都用到喎，但係用得嚟又唔會有咁對沖嘅顏色去處理，咁所以佢梳化背嗰個牆咧，佢會偏白淨啲，純粹用翻金鋼同燈光，令到兩邊更加配合。為咗將戶外嘅景色融入屋內，加入咗唔少綠化元素以及弧形線條，感覺更加柔和。花園空間寬敞，增建咗流線型嘅平台，預備將來放置戶外家私。囡囡房以粉色系做主題，牆板選用咗唔同深淺嘅粉色調，增加層次感。今次呢個屋咧本身係由2房半啦變成呢家2房嘅設計，咁當中其中一個 story room 咧就靠近個主人房，咁我哋就拆咗嗰個story room 就變咗個 walk-in closet。咁呢家 walk-in closet 同主人房係連繫住嘅，除咗個觀感望落去令到間房更加大之餘啦，佢另外更加實用嘅。為咗配合呢個單位偏高嘅樓底，房內用上高身嘅裝飾板材，例如雲石板、捫皮，加入壁燈，延伸空間感。同時打造儲物地台，增加收納位置。